儿童青少年承接顶一代的散车，就亲像是国安危机。若高龄散车的问题，同款嘛要真重视。上新的统计数字，全台湾有45000多个65岁以上的银发族，红列为低收入的人口。这个数字是创下新高，其中台北、高雄甲新北市是人数上最3个城市。咱的记者伫台北街啊，翕到高龄90岁阿嬷沿着路边巷啊，捡歹糖旧车做资源回收的身影。嘛加入台北艋舺老旧的公寓，记录着独居老人因为散车无法度平身的困境。高龄散车可能会引发什么款的社会问题？啊，是毋是有什么方式会当来反转贫穷呢？继续来探讨。你开车下来都无惊吗？无惊，袂有啊啦。啊，讲是后壁因无扣纸，饭要为倒来。啊，你去外口食，无真人要你食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啊，探家了，我懂讲，我懂。老人的问题绝对是个国安问题啊。伫车阵内弄来弄去，90岁陈阿嬷塞着沉重的车仔，豆豆仔行。阿嬷，你这个要杀起队？啊？你这个要杀起队？对，头前哦。这人叫我去提。去提。卖菜啦。卖菜市啊。问落才知影，原来阿嬷会当讲是逐天往回行要10公里，靠资源回收赚一寡零散钱。你安尼爱杀偌久？哦，1、2点钟。1、2点钟。阿嬷有岁啊，伫街路讨趁，辛苦甲心酸，谁人了解？咱向阿嬷问厝内状况，伊说无想要加讲。阮孙都40几啊。你孙拢40几岁啊？啊你派要捡这？啊，无聊啦。你也看袂了吧？好。150呢。阿嬷，安尼这150块，你要创啥？食饭啊。食饭哦。对啊。你150块会当开偌久？一顿就了。一碟灰纸，一袋阿鲁米罐仔，换来一寡零散钱，打起着弱势长辈的散车人生。黄昏时，也阁有更较侪阿公阿嬷陆续来到回收场。这阿姨跟我比做70岁，你阿伯80岁。80岁。70岁回收场的头家，大家拢叫伊阿元。为12岁开始，就对老爸做资源回收。地都回到变回收场，乱糟糟的涂骹，煞是未少艰苦人重要的瓦壳。阿伯啊，搁几纸？搁一纸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啊，讲是后壁因无扣纸，饭要为倒来，无钱哪食饭嘛有差对无？啊，你去外口食，无真人要你食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阿姨，你讲你今仔日安尼偌济？27块啊。27块。17啊。啊，17哦。啊，17会当买啥？会当买啥嘛？我倒。老人家差不多10个内底占差不多少3个至4个啦。这世人讲是后摆听的，出事啊做这就是做这啦，上班的人就去上班啦，对无？看开就好啊。2021年，全台湾总共有45000个65岁以上低收入的时代，不少人无法度对抗现实，敢若会当苦伫城市边缘，互相扶持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房间，但是这个都已经搬走了，这个搬走。行来到艋舺西昌街，这栋超过50栋历史的老公寓，厝内阴暗翕纸，拢是臭扑味。这边一楼现在只剩一个在住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的都搬走了。万一12月份真的拆的话，可以找到房子，他就赶快搬了。都60、70岁了，现在去找房子确实不好找。咱真歹想会到。伫遮上济要住超过50个弱势时代，每一个插门的背后，拢有一段让人心痛的故事。这个还有一个在，他目前是刚上来台北找工作，因为那个
就先住在这里。来自屏东70岁蔡大哥，一个月前家己来到台北，卡邦内底几件旧衫，就是伊所有的机会。拢3年，你拢无赚别项物件。安尼尔，你得流浪啊。啊，怎么还想要来找工作啊？无啦，无住好食饭，有时啊吼，加减啊吼做。加减啊食饭安尼啦。靠伫饭店做难成工，蔡大哥一个月赚1500块，靠着4000块的厝税，加上3顿的开销，剩无偌济。厝内的床珠啊、棉被，甚至枕头，拢是进前住伫遮的人留落来的。社会底层的人生，敢会当喙齿紧加咧，过一天算一天。安尼你一天差不多爱开偌济？啊，食饭的哦，啊嘛是200-300块的。我即摆身体也无讲落好啦。敢会惊讲无法度做工课？对啊，我有惊安尼。你开车下来那无减吗？无减，累有啊啦，拢袂要紧啦，啊就过啊。人的人生哦，爱死我不管啦啦。台湾真实的贫穷现况究竟如何呢？结果可能会让您吃惊。根据卫福部在2022年第4季的统计，全台湾总共有288000多位的低收民众，主要都是集中在6都地区，像是台北及台中都有超过44000多人，新北有超过35000多人，另外像是高雄以及桃园都有超过28000多人。来看数据，过去关怀都会区出现有个老有个散者变坏趋势，65岁以上计收入的时段，上侪人。前3个县市分别是台北8409个人，高雄5759个人，以及新北市5557个人。其中有个伊邦甲和北投上侪中高龄计收入的时段，拢超过1000人。这老社区本身的经济活动可能就在没落了，经济弱势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当地的环境经济的的没落，那我的收入更困难。好，所以它就慢慢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。1980年代是台湾钱因卡目的黄金年代，先怎过40冬，当初时意气风发的青壮年，如今所落魄到前派领薪的激流世代。现在的60岁以下的人，基本上他们年轻进入职场的时候，台湾的整个经济起飞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实质薪资大幅增加的时代也过去了。个人电脑业近几个月面临了发展10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。今年以来，台湾服装景气逐渐跌到谷底，折扣期间还是冷冷清清。当你没有进去，一旦遇到一些不幸，自己的不幸或家人的不幸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一下就掉入到贫穷里面去了。我刚刚讲，低薪的青年、流沙的中年、贫穷的老年，很可能就这样一个下来。高龄者变散，恐惊会引发到负面连锁效应。法务部统计，65岁以上高龄犯罪人数逐年增加。2012年总共有20729个人，到2021年跳起了48161个人。因为经济困难，选择防管比例比其他年龄层悬1成。卫福部也发现，高龄者过节更加无快乐。65岁以上食控忧郁有害人，2021年大概是273331个人，2021年跳起到478594个人，三食甲忧郁并甲收敛。这个人如果很贫穷啊，他社经的压力比较大啊，相对来说他有可能周边的资源比较匮乏，所以他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。那这样的确可能会导致忧郁的症状。但反过来说，有些个案其实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忧郁的状况，就他失业，所以才导致他后来贫穷，或他住在相对贫穷的社区。所以这个忧郁跟贫穷其实他们是互为因果。欢迎光临，午安您好。招呼人客真有精神。63岁当大姐过去捌伫出版社做会计，5年前搁转来职业场所来到超商做店员。谢谢，拜拜。到了这边之后，才发觉说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客户接触，所以蛮喜欢这个工作的。透过职务再设计，让中高龄的劳工搁转来职业场所，加做翻转高龄产者的解放之一。严格实际比较，2021年其他国家65岁以上劳工的参与率，南韩36%，日本25%，美国18%，台湾敢若9%。
打造高龄友善的职业场所，爱个打拼。你劳参率提高，代表中高龄跟高龄者他去就业，然后就业的收入会增加嘛，相对的去改善老年贫穷是有一点帮助。但是日本、韩国甚至美国，他们的高龄者劳参率都是25%甚至36%以上的。我们在高龄者这一块的劳参率还有很大努力空间呢。学者分析，退休养老金无够，加深的工作环境、家庭养老的功能降低，以及受早离开职业场所，拢是台湾食老、产假比例欠悬的主因。优化社会保障制度，提早为退休做准备，是今摆重要的代志。那我们很多福利津贴或基本工资都有随着通膨而调高。那这个劳工退休金提拨工资6%作为劳工退休金，这个6%是不是也要调高？包含我们的年金改革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，哈，那这些退休金制度，哈，到底要怎么改？整个社会制度上面是不是能够有适度的这种经济安全的保障？那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，目前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老人的问题绝对是个国安问题哈。如果说我们政府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是，恐怕是我们下一代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。受到少子化和高龄化影响，一派跳出来的产假困境，当咧拖累台湾的未来。要安怎好世大人老有所依，嘛是你甲我必须爱面对的紧急危机。